大家好，我是廖妹啊，接下来收看的是报道高仔丁。你敢还会记得以早天还未光的时阵，透早送报纸的人四界送报纸的状况。迄当阵的报纸是传播消息的重要工具。啊，毋过对时代的进步，咱甲报纸的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你平常时啊，敢有伫看报纸？你敢还会记得顶一届看报纸是啥物时阵？报纸对我来讲吼，是我即个伫读册的过程中吼，是上好的朋友啦。迄当阵就是讲，若要订报纸，毋是讲普通人会当订啦吼。普通人吼，第一伊毋捌字，第二伊无钱通买报纸。以早日本时期的报纸，甲即摆的报纸有倒一寡无共的所在。是安怎台湾的第一份报纸毋是写汉字？是安怎迄当阵一份报纸爱遐尼侪钱？100年前的报纸，甲即摆的报纸有啥物差别？报纸甲电视，迄当阵敢若三大报3台的电视台，所以对咱来讲，就是看报纸甲电视的上重要迄个消息的来源嘛吼。甲即卖吼完全无共款，即卖吼真侪人嘛已经无看报纸的习惯吼，啊连电视即卖嘛无人去看。你敢想要知影台湾当时才有女性的记者？今仔日咱就来掀开历史铺仔，拄台湾的第一份报纸，开始找找你毋知影的台湾报纸100年的故事。咱台湾俗语伫咧讲吼，要生囝嘛着要9个月，啊，即个意思是咧讲啥物？是讲吼千秋大业，非一日之功啊！无毋对，现主是哦生活真便利，啊，这手机啊吼，凊彩甲影一下吼，啊，你也免出门，其实你就会当去甲世界去接话。啊，毋过呢，以早迄个时代吼，迄个信息无遐尼发达的时阵，要知影天下的代志哦，报纸吼，就是一个真重要的工具。咱台湾的报纸吼，其实差不多有1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100多年来，报纸究竟发生了什么款的改变？啊，才有即马即个时阵的即个风貌咧？啊，对咱的生活又有什么款的影响咧？所以咱今仔日真荣幸，啊嘛真欢喜，邀请到咱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台湾文化研究所的何义林所长来跟咱分享关于着台湾报纸100年的故事。咱欢迎着何所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就好奇讲吼，啊，咱头一份报纸是啥创立的？刘铭传吼，伊做这个巡抚的时阵吼，伊有去办一个叫做《低报》吼，伊这就是叫你敢若模仿迄个北京政府一个叫做吼，这个官方的这个报纸吼，啊伊个叫个讲《金报》，啊伊模仿一个讲叫做《低抄》吼，算讲足简单啦，伊其实就是安尼吼，手写的吼，还是讲吼用迄个茶刻的迄种吼印刷的迄物件安尼做吼，普通的民众也看袂到。1885年吼，这个长老教会伫台南这个传这个基督教，哦，伊当阵就是为着要传这个教吼，就去办一份吼叫做《府城教会报》，哦，这份吼才会当正式讲是咱台湾吼第一份的报纸。正经对咱生活有影响的这份报纸吼，应该严格来讲，是伫迄个时期由教会所出发行的这个刊物，这个就是正式或者民间的报纸。啊，其实长老教会吼，1865年就来啊，哦，啊因吼一直想讲要安怎会当甲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道理会当传到一般的民众。会当了解，但是咱知迄当阵大家嘛拢无读册咧，吼，要叫伊讲吼，看这个算讲中文版的圣经，这嘛是真困难，所以因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讲用罗马字来写吼，你这个会晓讲这吼河洛话，还是讲客话这种的吼，安尼吼，大家人讲，一般你毋捌受过教育的人，你嘛会当看有，吼，这就是因想出来的办法。报纸吼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第1章，吼，过来就是讲光绪啦，吼，这光绪啊，光绪，这11年，吼，伊这用迄个罗马字来写，吼，11年6月，安尼的啦，所以这个就是用专用罗马字写，你拢唔捌汉字，嘛会当看有1895年台湾就挂互日本啦。是。
啊，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吼，伊这个台湾府城教会公报，这个公会报这内底吼，有足侪物件是，你报讲迄当阵日本的情形，因为台湾要挂有日本啊嘛。啊，有一寡民众是对这个基督教徒吼无啥谅解，因会感觉讲哦，恁遮可能会甲日本吼会串通哦。啊，所以呢，因这个教会公报内底有足侪消息吼，伊就会讲到讲说，倒遐的兄弟姊妹吼，有像受到迫害，还是讲日本军伊即摆已经甲倒遐吼，所以咱这个教会公报吼，其实是一个算讲留真济吼。真宝贵的这个历史吼资料伫内底。行到遮，我看到这份吼，伊这顶悬写了1922年，啊，这是台湾的 Formosa 吼。台湾人的报纸啦，其实这个吼报纸较头前应该是有一个台湾青年，啊，这是吼1920年吼发行的，所以若讲这个对台湾青年来算起吼，甲今年拄啊100年。哦。迄当阵想讲蔡培慧啦，吼林天禄啦，吼因办。这杂志的人，伊会感觉讲，啊，咱是毋是爱来较办一个较算讲较有规模的，吼，较有制度的迄个杂志，啊，了后再来发行变做是一个报纸，啊，因才会去东京留学的人会感觉讲，啊，咱爱家己办家己的一个刊物嘛，吼，所以因就办台湾青年，啊，到尾就创一个叫做台湾杂志社，啊，办这个，吼，所以讲这2020年啊，2年了后，因就办这个台湾，吼。啊，这个台湾的杂志吼，算讲真有特色哦，伊有汉文，也有日文。是啊，内底哇有严肃的，啊嘛有一寡，对，嘿，嘛有一寡较民生的吼。因这个报纸吼，其实拢是差不多去日本留学，在留学生写的。啊，有的吼嘛有一寡较老一辈，就是讲伊读迄个汉学啊，啊，伊会晓汉文，伊嘛会当写。啊，所以你看有的用日文写，就是去留学生啊，吼，啊学一寡较新的道理。哦，即讲什么有色民族吼，安怎吼，就是讲伊会去讲一寡世界即个大事，所以欧美的情势是安怎，伊会讲着。啊，上重要就是讲，即内底有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评论，你看，因其实办即个报纸吼，上重要是目的是就是讲要推动即个台湾议会设置即个运动啦。这是上重要的政治目标，因的目标就是这。就讲因拄啊办台湾青年，啊，迄讲拢是安尼钱斗的吼，啊，大家来写就是较无规模嘛。啊，伊到尾办出一个杂志社，变做台湾这个杂志的时候，因就感觉讲，安尼吼嘛是无够这个正式吼，咱爱成立一个算讲迄个公司啦，公司来经营。所以因在1923年的时候，就去成立一个台湾民报社，这就较正式的公司。啊，大家。这个集资啊，来开始来办这个台湾民报，所以伊这个台湾民报吼，就已经较接近这个报纸型，所以伊拄头啊这种月刊的尔，啊，到遮的时吼，就开始讲半月刊。哦。啊，过来就是讲巡刊，就是讲10工一分一期安尼吼，安尼慢慢安尼发展过来。但是咱也知影吼，到这个台湾民报为止吼，这拢毋是伫台湾印的。拢毋是伫台湾印的，伫东京印。啊，早吼伫东京，啊再个运转来台湾用海运啊，迄当阵也无飞机啊，啊运到遮你想都爱搁偌久啊，啊而且吼，定定吼伫日本发行无问题哦。是。你要运入来台湾吼，台湾总统府甲你缀一个讲禁止。啊，禁止起来。袂当入来吼，这是一个定定拄着的代志，吼，毋是干那一届吼，都定定拄着这个，所以因吼。就对这个代志，就是讲吼，这个真不满，所以一直甲迄个总督府要求讲吼，阮报纸吼，伫东京印就足无效率的咧吼，阮报纸即马要改迁转去台湾来发行，是吼，啊加在迄当阵吼，日本算讲还佫2000年代还佫较有民主观念吼，因为迄当阵的迄个总统嘛是文官，毋是迄个军人吼，所以伊个许可讲互恁。转来台湾发行，但是呢，明年互恁，所以搁拖一年，所以伊这吼1926年吼核准的讲这互你会当转去台湾发行，到1927年才转来才开始发行。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
郑成功是出世伫日本吼，迄个九州足西边迄个一个所在做兵户啦。伊主要伫台南，但是个传说吼，颠倒中部、北部较济啦吼。都有孤山嘛，有蛇山啦吼，所以规台湾西透透，叫迄个 AI 捕下去掠鱼啊，掠啥物无啊？郑成功讲袂使讲无讲，卖说无啦，就变做马萨巴啊。1885年府城教会报正式讲是咱台湾吼第一份的报纸，伊即用迄个罗马字来写，台湾府城教会报。你要运入来台湾吼，台湾总统府甲你缀一个讲禁止。相当用纸。这其实古早吼，伊有一个排列啦，吼，就是一纸二图三查四符。使你若无甲我讲，我唔知影讲原来这三尊拢纸落去做。伊这就是较属于文人的专讲，看册又看了正价，算文武价。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大丁》。你知影日本有发生一届关东的迄个大地震，1923年9月时有发生这个，迄个时阵吼，台湾民报有一期拄啊办好啊，拄啊地震全烧去，全迄个有算讲有受到真大影响吼。但是1923年各一项代志吼，对台湾民报影响更较大的。伊当阵发生一个叫做地景事件，伫12月时吼，因为因就是去东京吼去请愿讲要设这个台湾议会嘛，是。因要设台湾议会，伊就对台湾组一个叫做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这个台湾总统府就甲禁止。当然啦。但是吼，因去到东京的时候就唔甘愿，讲就来甲帝国议会要来请愿啊吼，无咱这个台湾议会基层同盟吼，来去迄个东京吼，来迄个警察局吼来甲登记一下，吼，日本内地警察吼，马上讲同意这真好啊，这真的是 OK 吼。但是吼，伊转来了后吼，这日本的总督府的警察就真不满啦，讲我甲你禁止啊，你甲东京去，佮甲我登记吼，尼互我接无民主的呢，吼，所以因咧1923年吼，就甲这人掠起来，讲恁违反治安警察法，吼，所以这个事件叫做治警事件，是，吼。这个台湾民报伫东京发现，这个代志吼，因就当然是真大来甲报道，因为伫台湾大家唔敢讲嘛，伫东京就大家人会当写，会当去讨论，这个报纸入来了，哇，大家拢足想要知影这个消息啦。伊到1920年吼，已经发现甲1万份，1万份哦，真多。已经迄当阵要发现甲1万份是足无简单的，所以讲因有足有需要讲吼。爱转来刷转来台北遮吼发现，袂当搁伫遐东京发现哦，所以就要求，所以因甲安尼真拍拼去争取，到1927年吼，才会当转来台湾遮发现。本来吼，因就已经一直强调家己是台湾人的迄个言论机关嘛，所以因在这个要发现这个台湾民报的进程吼，因真有就去强调讲吼，这个台湾人吼伫台湾。这当中就360万的台湾人，竟然无一份会当代表咱台湾人的声音，是，所以咱需要有一份咱家己的报纸，所以爱创办这个台湾民报，所以因台湾民报创办了后，吼，因一直强调讲，这份报纸就是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关，是，这就是因迄个精神，这个民报的精神，吼，一直到战后。佫足侪人吼，这个咱日本时代迄个知识分子吼，拢会去强调讲民报精神，免讲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啦，直接就是讲民报精神，就是讲因对日本时代就开始抗争，吼，就是讲甲日本这个言论自由，对，所以这个台湾民报吼，对咱台湾这个报纸的历史来讲吼，是真重要的一份报纸。是，其实咱台湾迄阵日本时代上大的报纸，都是叫做《日日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吼，算讲伫台湾是算上大份的报纸啦，吼，发行量上大，嘛上早开始的。是，本来统治了，伊第2年吼，就人办一个叫做台湾新报，另外佫第2年就有一个叫另外一个人佫办一个叫台湾日报。日报，吼，因为迄当阵吼，其实
台湾还佫作乱的吼，所以迄当阵因就看讲，安尼恁两个伫遐吼2份报纸吼，要经营嘛足困难吼，所以这个总督府才就暗示讲，恁规矩合起来好啦，合起来了就叫做台湾日日新报，吼，这个报纸就改做安尼，所以迄当阵吼开始吼，这个报纸吼，大概就是这份报纸是上大的，其实这个报纸吼，总督府是伫后壁有甲伊支持，伊这个政府爱印迄个台湾总督府的府报，是，吼，我就委托你印就好啊。哦，是。所以讲吼，广告也伫遮刊，吼，这个官方的一寡这个文件吼，这个要发行这个府报嘛，拜托你印，因为你都印刷厂的迄个设备嘛，吼，委托你标，变做讲吼，保证就是这卖了钱啊。所以讲吼，这个报纸的言论吼，当然会较替这个总督府这官方吼来讲话嘛，所以这当然就是讲较官方的报纸，伊发行量吼算台湾上大的，10万份以上啊，吼，加迄个台湾这个报纸吼，加要10倍安尼吼的发行量，所以这是真大的一个报纸。1896年就开始啊，吼，到上尾啊，吼，1945年吼，拢连续，是，吼，对头至尾。吼，拢有这份报纸，所以咱即摆来要看这个台湾的日本时代50年的代志，看这份报纸就上了解啊。吼，大部分的时间是发行2大张，2大张就是安尼拗起来，安尼掀开安尼，一张就有安尼，这个8页内底吼，有2页是汉文的，其他的是拢日文的，嘿，所以这个报纸就讲以后汉文后日文，这汉文拢足侪是台湾以前吼。读册人，伊有去考过秀才，也是讲伊读迄个汉学啊，吼，伊就算讲要写即个汉诗汉文无问题，日本人就更讲要甲伊算讲收我来吼，要甲伊安尼考我来，就来你来做即个编辑，也是讲欢迎你来投稿，就是安尼。佫重要就是讲伊即个内容吼，伊是报世界的消息，是，吼，毋是讲话说你敢若报台湾、报日本的消息。这个报纸吼，伊报的消息吼是算讲吼，伊有迄个国际新闻，吼拢会报。遮就有一个足趣味的新闻吼，咱看这个讲，这个有一个船吼沉落去吼，这个吼伊叫做什么 ？Titanic。这个船吼沉落去，伊这吼用汉文来甲恁介绍，伊这是马上报哦，就是讲迄当阵世界有发生什么消息吼，伊这马上有去报。所以你若讲吼，迄当阵你伫台湾吼会晓汉文，你就会当了解世界的局势。台湾人哦，毋是讲干那伫成中一个海岛啦，其实这个海岛吼，各种的资料啦、信息啦，其实吼拢透过报纸吼来传达互咱每一个人。但是呢，因甲这个1930年代吼，日本对这个报纸吼，伊就管制愈来愈严。是，譬如讲，伊甲中日战争发生的时阵吼，伊就开始讲你汉文版吼，袂当阁用啊。是，吼，毋是干那日日新报吼，甲禁止呢。台湾新民报吼，你嘛袂当阁用这个汉文版。吼，甚至甲以后吼，这个台湾新民报嘛阁改名，改做兴南新闻。是，吼，另外甲战后上尾啊年，1944年吼，台湾迄当中其实有6个报纸啦吼，各地拢有这个地方的报纸，全咱拢合起来叫做台湾新报。是，台湾新报就是讲，敢若拢爱报这个官方的消息，这个战争的消息，就无迄个民间的消息的问题。所以伊即马到这个战后吼，这个单期政府来了，就甲接收起来吼，这个报纸就变做台湾新生报。新生报。对。但是这个民间，大家以前到日本时代拢有办过报纸啊，所以讲都公复啊，对，吼，就应该开放啊。嘿啊，对啊，大家都会当自由言论，会当自由啊，所以吼，因就开始吼办这个报纸。伊这个报纸吼，台湾人伫战后吼，马上要办报纸，伊选迄个日子吼，竟然是迄个国庆日。是，表示讲迄当阵台湾人是足热烈欢迎，足热烈欢迎讲这祖国来吼，所以伊吼第一，伊用汉文的报纸，10月10号创办，比台湾新生报这个单期政府来办的这个算讲官方经营这个新生报，搁较早，所以这民报其实就是吼，拢一寡以前吼
咱讲这台湾新民报遮的吼，报纸的老员工吼，因为迄当阵报纸拢叫收去嘛，变做什么台湾新报嘛，啊言论嘛无自由嘛，啊伊马上真欢喜，即马言论自由，咱家己会当办报纸，所以因就马上办这个民报，是，吼，所以这民报吼是台湾战后是上重要一项报纸，吼，伫上早，啊而且伊是代表吼，迄当阵较资产阶级。就是讲台湾遐地主啦、资产阶级因的言论，吼，这个报纸，吼，啊，另外人民导报这吼，这就较左派啦，因为咱知影日本时代吼，嘛有台湾共产党啊，啊，还有一寡什么农民组合啦，吼，因就是算较社会主义的，吼，啊，这个2月初因吼，因个就另外办一个较左派的人，伊就办一个人民导报，啊，叫什么人民，咱就知影这就较左派。是。迄当阵报纸吼是足济啦，咱无法度介绍足济吼，咱可能搁介绍一下这个大明报。伊有一寡特点，就讲第一，伊是迄个暗报，吼，这个暗报。咱拄仔讲啊，这个民报是较资产阶级的，啊，这人民导报较社会主义，这个报纸啊，这吼就是讲啊，因较无讲特别的迄个政治立场吼，就办报纸啊，办报纸就是讲经营会落就好啊，啊替民众发声安尼就好啊。伊这个报纸的社长吼是姓林嘛，是这个邦桥林家的后代，是啊，这个发行人这个吼，这个外省大陆来迄个算讲会当写这个中文的稿的吼，所以因就办这个报纸吼。台中嘛有各种报，吼啊。高雄哦，这个什么国声报，啊，台南有什么兴台日报啦，吼，啊，个民间的报纸是足济啦，吼，啊，这个报纸吼，啊，到28了吼，规个拢搁禁起来，拢禁起来，吼，所以讲吼，最后这28了后，敢若剩3项报纸上重要，这个就是这个台湾新生报，迄个省政府经营的嘛，啊，搁一个是中华日报，伫迄个台南遐，啊，迄个东部经营的。啊，台中佫有一个和平日报，啊，迄是军部的，伊本来那个什么扫荡报，啊来甲遮讲，我要办一个，啊扫荡就结束了嘛，吼，啊就办一个和平日报安尼吼，啊，这个大概这3个无互禁止啦，啊，其他的吼28了后吼，民间吼遐报纸吼，全部拢互禁止去。是，嘿。那其实咱台湾有捌出现过这个头一位女性的记者，1941年吼，有一个叫做杨千鹤，吼。这个算讲台湾第一个记者吼，啊，伊是去入去迄个台湾日的新报，上大的报纸嘛。啊，伊迄当阵吼，算讲有需要吼来办一个迄个家庭文化版的，是啊，有需要一个女性来采访。哦，啊，伊这个吼，这算讲吼学历也有够，啊，日文也好，所以吼伊就入去迄个台湾日新报做这个记者。是吼，20世纪的女性，台湾第一个。记者是谁吼？咱有甲查出来啊！这个杨千鹤这个吼，有就讲伊就是第一个记者啦吼。啊，到落尾呢，迄个太平洋战争了后啦吼，啊228以后啊，咱的报纸迄个禁期吼，迄个禁止的迄个行为吼，更较严重。其实佫有几个算讲看起来敢若民间报纸，但是吼，因并无讲会当发展甲真好。像讲1947年28了吼，就有一个全民日报创办，啊嘛有一个自立暗报，啊，佫有一个公论报。哦，啊，其实吼，因咧虽然讲是民间报纸吼，其实你知影，迄个全人报吼、全民日报吼，是迄个政治人员来办的。是。吼，甲这迄个没收起来，这报纸的迄个报社的迄个什么印刷机啦吼，还是讲这个办公室，全甲接收起来去办迄个全民日报。啊，这个自立暗报吼是一个外省人来办的，吼，伊嘛是规模足细。啊，这迄个公论报是啥？李万基吼，互踢出来，因为是一个半山嘛。啊，伊的言论甲这个单期政府较袂合，所以吼，伊家己出来吼，无爱伫新生报，伊家己出来办一个公论报。啊，到1950年的时吼，就渐渐佫有真侪伫中国大陆来的迄个，算讲嘛是。新闻记者是讲，你已经办报纸，伊嘛伫台湾开始办报纸，所以伫50年代吼，已经有愈来愈侪报纸开始伫办啦吼。但是咱知影迄当阵吼，开始戒严。是。1949年吼，其实3月啊，较进前吼，3月左右的这个中央日报吼，
就伫南京遐迁来台湾发现啦。啊，等到5月就戒严啊嘛，对无？吼，啊，搁过来，哇，大陆拢完全吼，拢袂使拢退来台湾，退来遮，所以伊开始戒严了，伊开始就管制这言论自由。所以1950年代吼，伊开始就对报纸吼开始吼有足侪规定的，吼，啊，到尾就变这个一个叫做报禁啦，这报禁吼，就拢已经足侪限制。以前个年代，咱想看卖啊，咱台湾100多年的时间吼，迄个报纸队伍到大，其实吼争取这个言论的自由是遮尔啊艰苦，遮尔啊牺牲，有遮尔侪人为了这付出，所以咱真正有影是要好好啊去甲珍惜啦。